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少奇哥，想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谁是片场的戏份担当呢？那当然是安顺哥。认同。请问顺哥，哪一场戏的谁最让你印象深刻？其实就是我的女儿田玲月，叫木梅。这场学习的对象呢，爆花姐饰演的萧夫人，请收我为徒弟吧。想问你觉得哪个角色跟本人的反差是最大的？我觉得应该是汤哥。汤哥觉得哪一个演员根本就是本色演出？我觉得其实很多演员都很棒，包括我们五虎将啊等等，我觉得好像。不过我现在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元泰，元泰这样感觉上很耿直，他本人真的很耿直。啊，当然是少宗哥啊。我们哪一位演员他的变化是最大的？我觉得是青之。谁是铁人王？应该是吴宁吧？谁说的？真的没有这回事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被 Q 到了，那就来吧。3月30日起，每周日晚上9点，请记得锁定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》，一定要看哦。